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牙齿痛唔系病，痛起来会输人命。也计划推动人民躺起来减少体配症。推动26个乡镇，都有6个乡无牙科诊所。离岛的兰屿，韩国市的讲，当年都抢牙医。除了兰屿以外，鹿野、延平、太原、东河、卑南的居民，牙齿痛的也是有碰上碰下，这话都是去日本医生看。照98年的统计，推动因为100个牙医都替台东市开业，医疗资源的分布严重唔均，也係乜嘅原因措施呢？要用嚟補救呢？所以我齊文嘅報道。当初应该係牙醫診所嘅休息時間當初，我推動持雙牙間診所三無共用，醫護人員點都喊個無限。設備啊、器材那些通都要帶去。今天我們去的那一間龍田國小是它有椅子，那個椅子就是它已經有自備，人家有捐贈。一些學校沒有椅子，我們還要扛那個行經儀器。這是一個組合的一個躺椅這樣子，它上面還有附燈這樣。診所地部嘅器材設備要帶出門，連電腦也做唔得聽用hết。我們給那個小朋友做檢查，然後有治療一些處置，然後要寫在健保 IC 卡裡面。所以說現在他們健保局都要求我們要就是說要做健保卡的一個刷卡的動作。準備好勢，半夜下晝求診，牙醫總登峰帶能量嘅護士喺鹿野龍田國小做順便醫療，查場大概35分鐘。整理好嘅器材編好，學校保健室隨路邊做嘅牙科診療室。學生嘅面體去控制牙科診治醫療醫學該舒適嘅看牙齒，也喺龍田國小也學期有民間團體驗證嘅醫療設備，花係66萬元。睇金錢，學生嘅搶做地用簡單嘅民醫設備來看牙齒。有8600人嘅居民嘅鹿野鄉完全無牙醫診所，當天鄉親缺少醫療嘅管道。照龍田國小統計，學生嘅蛀牙嘅比例較高，98學年度蛀牙嘅比例高達了95%。龋齒率啊，都是幼稚園還有低年級的比率比較高。在98學年度，我們的龋齒率是95%，對。那今這個學期就是9學年度，就是66% 龋齒率，對，所以經過巡迴牙醫師的治療，還有幫我們做口腔保健之後，效果非常的好。最高一點，最高一點，眼線這邊。再大點。嘴巴很大。成人嘅白太嘴，牙醫詳細檢查牙齒，一發現有蛀牙，就請睇順後嘅壞處室，盡快補牙齒，以防蛀牙繼續擴大。你剛剛是牙齒哪裡有問題？做了什麼事？把它補起來啊？那牙齒會痛嗎？你有牙齒痛過嗎？沒有啊。因為現在是小學階段，它有一些剛長出來的大人牙，跟很多之前還沒換的一些乳牙。那大人牙剛長的，一般來講口腔衛生比較差的小朋友，他其實都開始有點變色，有點要算是蛀牙臨起，有一些染色或是一些軟化的一些小小的坑洞。
6日向无牙医开业，系讲遇到紧急的情形，等唔切顺非医疗的牙医生来，家长有无限无时间带成人嚟去外地看牙齿，成人嘅蛀牙问题，请到如系家长亲身来处理。很摇啊，然后爸爸帮我拔的。是因为你蛀牙吗？对。那拔的时候会不会发现？不会。拔牙通常家长能做的，他们就自己做，所以城乡差距那个一些医疗资源缺乏，所以家长就可能就自力救济啊。无法突起家来，除了到推动市，也系附近的关山镇。6日向的民众看牙齿真麻烦，查场来去最少就要半点钟到1点钟。那你平常看牙齿都去哪边看？台东。台东哦。那是爸爸开车带你去啊？有时候是阿姨，有时候是妈妈，有时候是爸爸。但开车要多久的时间？半小时吧。那你这样会不会觉得很不方便？会，因为会有一点不耐烦。要不然就要出入那边，可是他出入那边没有真正的牙医诊所，大部分都是属于那种，像是以前类似那种镶牙的那一种，比较没有真正，那不然就要跑关山。路程大概要多久的时间？关山大概要30分钟，市区就大概30到40分钟，又比较远。无办法抽拳看医生，系讲遇到牙齿痛，无论系他人还是成人呢，如抢做得咬痕牙筋挨下去。最近呢是关山啦，关山有牙科啦，人家6日冇。咁你翻會唔放偏冇？唔會啊，反正6日沒有去啊，冇牙齒痛的用白去咯。我们鹿野这边如果牙齿痛的话，要去哪边看？台东市或者关山池上。那这样不会很不方便吗？当然很不方便啊。那怎么办？忍耐啊，就忍耐到天亮，然后等上班时间再开车去。牙齿痛唔系偏通起来为致命的经验，唔但像鹿野乡的乡民清清楚，延平乡、东河乡、卑南乡、太原乡、韩国离岛的兰屿乡，台东县内就有6个乡镇无牙医生。来到海线的东河乡，过闹热的都兰部落街巷，同样也是请不到牙医生。曾经有牙痛的经验吗？有啊，也是要到台东去啊。要忍很久吗？开车马上就到了。25分钟，20分钟就到了。因为出去挺爱早发紧的，所以较紧就搞哈。拿到小诊所啊，然后再转院啊，就这样子而已啊。就只能这样。台东我们这边东河都兰嘛，就诊所有了，可是那是一般的诊所，没有牙科。就只能暂时的，就是做。对，做一些有时候在药房买那个止痛药，暂时然后再转，这样子，很麻烦。离岛的兰屿居民系讲牙齿痛，韩国系烦恼。兰屿也经验，差唔多年年都遇到爱请牙医生的困难，请唔到很挑人主诊的牙医生。在离岛兰屿乡，他每年在大概东北季风期的时候，因为牙医师进驻到离岛去，他可能也面临到说，他返乡的不方便。所以医师人力只要一出缺，兰屿是首当其冲。我们最近兰屿的牙医师呢，我们已经差不多已经解决了。我们健保局呢跟健保局合作呢，我们是寻找这花莲的805医院，805的总院呢，它向国防部已经报备核准了，就是大概在明年的1月份开始或者2月份。开始呢，他这个805，他本院里面的牙医师，他们就轮流会到南里去服务了，那到南里去支援。兰屿嘅牙医问题暂时解决了，不过台东嘅牙医医疗资源还是长期分布唔均。在卫生署98年统计数字显示，台东县总共有62个牙医生。喺台湾本岛县市当中，最少牙医生的所在，其中49个落喺台东市开业，渐渐嘅北上涉总体市区。一只嘅喺台东嘅私立医院嘅牙科门诊，边度一間醫院嘅附近就有幾下間嘅牙科診所，提一隻嘅開業噃。行
前两铺路，我哋都看到嘅第二間嘅牙科診所。再個行差唔多100公尺，我哋要前到第3間嘅牙醫診所。其實同台東研究配角嘅鄉鎮嘅鄉親來比，台東市鄉親實在係過幸福哦。牙齒痛嘅時間唔驚會前到醫生看。台東市牙科診所改道，尤其係用樹立台東醫院做中心，連點沿500公尺嘅主要大路後，相看下就有6間牙科診所，分布密度清高。因为我们是属于一个地理位置比较辽阔，但是人口分布比较不集中，所以基本上所有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市区。以台东市跟花莲市为例，牙医师的医师人口密度是跟台北市的中正区甚至大安区是一样的，所以所有医疗院所都集中在市区的医院的周遭的这些主要干道上。那这就是牵扯到，因为交通不便利，所以所有的客运、公共捷运系统都是会经过这些主要干道，而且到医院，所以医疗院所是分布在这些区域。山地离岛的方面，它每一年呢，这个卫生署呢，从101年开始又有培育这些牙医师的计划，所以我们在最近呢有提报，我们也希望说在山地离岛呢有缺乏的牙医师的这个缺呢，把它尽量去培育这些人才出来啊，最起码这样有人才有医师培养出来的时候，我们到时候就可以这个留用哦，让这比较缺乏的地区呢，我们让他能够这个有牙医师去服务。高梅朱女士。條件唔拉上年，大部分嘅牙醫生當然唔肯到莊下來開牙。除了樹業經濟規模嘅現實考量之外，教育生活利便性嘅問題，仲可係牙醫生唔肯到各配角嘅所在開牙嘅關鍵原因。牙醫算是一個比較精緻的產業啦。哦，它除了健保的那個身體病痛之外，有沒有？其實還有包含假牙啦，一些美容這些自費的項目。一般來講，在市區裡面的大家的經濟能力比較許可啦，啊，在市區一些假牙啦、自費的一些需求也比較多，所以說在相較偏遠地區來講，在市區開業生存是比較容易啦。主要的原因，第一個就是他當地的生活習慣，還有包括一些生活的條件啦、品質啦，都比較跟台灣本島都市比較不一樣，比較缺乏，所以一般醫師呢就比較不容易到這些偏遠地區去。第二個，可能這些醫師的這些教育問題，有一些子女的教育問題呢，他認為在偏遠這個比較特殊的地區呢，離島地區呢，這個教育上可能會成問題。喺條件唔拉上年嘅情形下，順飛醫療變作為改善醫生缺少問題嘅方式。我民眾係講係牙齒痛，順飛醫療還係困難及時去處理。像我這生意的朋友們係大早7點鐘就去關山看牙齒，通通冇辦法就去看牙，冇做急診，因為冇辦法等到嘅家下巡迴醫療家下去看，故說牙齒痛去做開查去，冇做做公查、做複查。我們也希望說在這衛生署方面也盡量培育比較多一點的這些工會的牙醫師出來，到偏遠的山地離島去服務。第二個，我們也希望健保局呢，這個委託牙醫師工會的這些做行政的醫療呢，希望能夠持續的加強，並且把它的面呢點呢把它擴大。第三個呢，就是給這些山地離島邊緣的牙醫師去那邊以後，他的所得到的待遇呢，應該是稍微比較提高一點，這樣可能會比較留得住人才。發牙牙嘅素菜研究少，先天條件不足，又因為上鄉長期嘅後天失調，推動嘅牙醫醫療資源分布嚴重失分，牙齒痛痛起來會致命，頭尾可能還更難醫好。安尼痛苦嘅感覺，推動配角嘅民眾更怕體肺最沉。